佢想落嚟啊，唔夠膽落嚟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好過癮啊！天氣方面，預測會大致多雲，有幾陣驟雨。今晚同聽日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，同有雷暴。最低氣温約27度，日間短暫時間陽光，最高氣温約31度。我們相信，在多元電制度保障下，憑借背靠祖國、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，更有高水平安全、國防、高質量發展。香港經濟一定會。可以隨時探老友記，而且環境舒適，飲食又好，嚇？活動又多，仲有咪成嚿屎咁咯，喺入邊瞓着咗咯。灣區安老。Mini 又唔知係做乜，係嘛？成嚿屎咁。影唔識影啊！哎呀，又搞醒，係咯，依家又想撩佢。而家係睇下 BB。以色列撤離。中國駐以色列大使館表示，宣傳要起協助中國公民分批呢個閃光燈嚟影啊嘛，你識得黑掹掹。咪咯，佢本身已經黑噶啦嘛，影到咩？並且由即日開始進行登記。尤其係邊個會成為新嘅最高領袖？同有公民直接投票產生嘅全部選舉唔同，最高領袖報道過去20年嚟，佢扮演越嚟越重要嘅角色，建立關係，加強美國嘅政治同安全體系中嘅影響力。不過，伊朗國業傳媒過去一再報導，多名民意反對由穆罕默巴擔任最高領袖，亦都有評論關注穆罕默巴實際政策執行嘅議會領袖。畢竟最高領袖地位高過總統，最高領袖是直伊朗嘅宗教同政治上嘅最高領導人，而最高領袖係要由什葉派教法學家族產生。穆罕默巴係必須安裝呢一個黑色感應器，用電線連接頭架上嘅左右拉桿，每5秒進行一次檢測，8日4秒內電池續航力達2年，4個月足行，加速行或者導航。相信新技術有助減少工業意外，未來會免費給謝警提提。